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咱生活中常常讲会到，读做鲫。鲫就是甲壳类的海产，是海水虾一款。鱼较幼较长，比毛虾搁较珍贵。一般毛虾是正水，若是鲫仔是咸水。鲫仔煮熟了后是红色的，搁号做红鲫。另外，红鲫嘛有一个较特别的意思，就是古早看到人挂金的落嚟，嘛会讲是挂红鲫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鲫仔膏，就是咧讲鲫仔的两槽，也搁有消化腺是黄色的，真侪人爱食。古早一句话讲，台湾鲫无膏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无学问，或者是无魄力。第二个词鲫仔讲，就是鲫仔的鱼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人讲死鲫活效，未死先臭。这间海产店卖鲫仔膏，也搁有鲫仔讲，拢互人客嫌无够鲜。你咧网络互网友叠加金死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鲫提供予大家参考。